这有影是有够热，因为太平洋高压增加强度，所以花莲、台东、双北市甲南部的高温恐惊拢超过36度。乡亲是唔通去热着，茶水一定要啉好够。另外，即摆伫西太平洋有2个到3个扰动正在发展。位伫南海的迄个热带扰动，上紧今仔日就会变做热带性的低气压，明仔载就可能会增强为第7号的风台威帕。加载袂为台湾来，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。日头非常炎，太平洋高压增强，各地高温烧热。气象局针对花东、双北市、桃园市、嘉义以南发布黄色灯号，高温可能超过36度。台东甲恒春半岛会有局部低降雨，不过好天气只有到拜3、拜4、8月初开始会进入风台季。其实就台湾地区来说，影响的台风生成的海域上，就8月来说，形成台风的频率是比较高的。就我们资料显示，8月可能平均来说会有5到6个台风形成。对温度看来，西太平洋有2个到3个扰动正在发展，可能会生成风台，一直到8月中旬拢要注意。尤其是南海这个上近拜2会变成是热带性的低气压，拜3可能会增强做第7号风台。目前这个低气压系统，未来纵使形成发展，它也是往比较偏西北西的方向移动，相对而言它是不会直接影响我们的。不过外围分系也受间接的影响，加上拜4高压势力减弱，南方分系北移，东部、南部几天会有阵雨甲雷雨，午后雷雨范围扩大到各山区甲平地，可能也阁有局部的大雨。要提醒你，这礼拜天气变化大，一定要特别注意。